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18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要先赶紧来关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前讲，台湾若出代志会影响日本的生死。中国是随提出缩减日本观光、甲留学等等的奥步，要来反制伊挺台湾。那日本是已经派人去中国沟通，按算今仔日会见面。针对这件代志，马英九批评高市早苗伤过匆忙。不过，热情就是呼吁，都要尊重日本的内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讲，台湾有代志，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引发中日关系紧张。中国连日来动作真多，包括呼吁民众暂时莫到日本旅游留学，也派出海警舰艇编队伫钓鱼台海域巡航。17到19更加连续3天，伫黄海中部海域进行实弹射击。也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指出，中日人员交流缩减无符合两国领袖会谈确认的推进战略互惠的方向，已经强烈要求中方采取适当的做法。日中間では日常的に様々なレベルでやり取りを行っておりまして、その一つ一つ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は差し支えます。政府としては中国側の一連の措置による影響を含めて引き続き状況を注視し、適切な対応を行ってまいります。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升悬，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厂长井井正章8月出访北京，有顶18甲中国外交部亚洲司长刘建雄等人面对面来沟通，伫台海议题引起中日的争议之下，前总统马英九批评高市早苗黑讲，对此总统赖清德呼吁，咱国应该尊重日本国内政治，也若中方行为严重冲击印太和平稳定，希望中国详细考虑。我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也呼吁中国应该要克制，展现大国的风范，不要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日本各界对于中国这样的挑衅，各界都非常的愤怒。对中国来讲，未必然会在国际关系上得到这个好处。台日协会长苏家全认为，日本对中方的抗议甲恐吓已经真惯势啊，也若未来台日的合作会继续向全面正向发展来前进。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北部的气温会降低，差不多干那15度至20度，会较淡湿、较凉冷。咱来看温度。桃园以北甲宜兰拢是乌阴会落雨的天气。尤其是基隆北海岸、宜兰甲大台北山区，雨会较明显。也若新竹、苗栗、花东、恒春半岛有雨湿啊，中南部是侪云到好天。之前风台落大水雨，造成宜兰所有的灾情是相严重。有一个独居的妇人人伫因兜1楼淹死，家属不满镇公所延签通报，指挥镇长公开会室内承认有疏失。另外，延坡饭店的11个旅客因甲车停伫咧饭店的地下室，说是引起车全咧报销。因为不满业者处理的方式，所以即马按算要集体来拍官司。卡土机赶紧甲烂土清掉，街路上四界拢坑浸水家具甲粪扫。风台中创宜兰县所有镇，在暗时中原路一度水淹站楼遐悬，一个家己大78岁姓黄的妇人人伫徛起1楼毒水死亡。不过在后第6天，所有镇灾害应变中心才公布罹难者，家属甲厝边拢真不满，镇公所是拖延通报。他本来是在楼上，可是他可能想说听到，对下面的雨太大，对，所以他有点担心，所以他可能要下来关心水势。事发到现在，镇长到跟县长说，他们昨天，他们才收到说有人伤亡。今日时势，因为无多联络姓的妇人人，昨日对外关市赶转才发现老母倒伫1楼的客厅，通报消防局甲警方，因为明显死亡无送病院。检方13岁同法医小检确认在生前毒水死亡。在时里长也打电话给公所李干事问这个补助，家属无多接受，一直无人协助处理。所有镇长17岁下室的承认是通报过程出问题。应该是公所内的整个这个通报链我想有出了一些问题那我们回来也都已经在开始做这样子的检讨。那我在这里也向我们这个死者致上最大的歉意。
小山鸟甲水车一直出入地下室，烟波饭店四柜商船馆地下停车场有超过30台车浸水。这个受灾自客讲，业者无好好来做好防灾义务，而且敢若投保300万的公共意外责任险，到即阵也无明确的保障方案，计划集体来拍官司。无论饭店的保险金额是多少，只要是经过第三方公证单位厘清全责后，本集团将会承担起应负的责任，绝对不会有推诿的行为。饭店业者强调，理解车主财务损失甲无方便，拖吊费用拢自行支付，要求家属委托第三方公证单位调查相关的责任，未来提下。记者综合报道。进前风台扫来，花莲瓦达岸溪规个涨起来，大水泉拼落万影乡的明利步路。国军昨暉是继续甲民众斗拼扫，那林保署嘛讲会随时监测水头的防沙湖，以防崩塌的灾情。很心痛哦，很心痛哦。这不知道怎么整理。厝内位客厅到厨房如苍苍，全拢是落寒梅。花莲县万影乡明利部落居民这当无奈害头，伫国军兄弟协助之下整理工园，所有清出来的物件拢放伫大路。真无简单，有人恶处，互落寒梅看到的图啊，找到护照、户口名簿等重要的物件。我完全都没有办法了，都是全部都摧毁了，太多石头了，没有办法。很感谢国军来协助，那当然，有人协助我们都要感恩。看国军流汗吐土，居民真感谢。空气画面会当看到明利村大片面积，互土沙踢到，怪手山鸟继续刮进度，一直来回程落寒梅，尤其伫17，在地头就下面部落精神代表文明阿嬷的雕像重见天日。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民众，我们台湾的民众很有这个爱心啊。但是我看这个情况跟光复是截然不同的，这边都是石头，泥沙比较少。哦，今天所以说用大机器来处理这个是最恰当。花45线3K 到明利村部落都已经抢通，部落最重要的聚会所这边里面应该今天也可以把它清出来。自然通行应该预计在4天哈。明利部落如苍苍，都是因为顶致风台，就像马滩溪水涨起来灾害。水头的2个崩山湖，林保署透过空气监测，目前崩山湖一跳水量32.4万立方公尺，是溢流情下0.36%。崩山湖3跳水量降到大约5万立方公尺，稳定溢流，对水尾河道水位升悬影响小。溢流口左岸是原先那个崩塌下来之后残存的土体，我们再从9月23开始看到现在它有些许变化，但是都很轻微啦，看起来还算是正常稳定。林保署指出，崩山湖溢流口倒换，也有大约1亿立方公尺的土沙堆积伫坡面，烦恼未来可能因为地动大水河和遍布骨动，搁一摆踢到河道会继续密切监控。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各位乡亲，所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SBL 超级篮球联赛2023年逼出拍假球防热度的案件，法院昨暉宣判，10个球员甲5个脚卡互判刑，其中自良队的前 MVP 郭敏豪否认就是主导者，判爱怀7年。来看《自由时报》，教育部宣布要试办4间学校，包括中山大学、成功大学、台大甲台师大。这4间学校的学生，伫咧受过一定的比例全英语上课的课程了后，要考托福，就会使申请去美国部分的学校读册。按算明年8月份会开放申请。过来看《联合报》，交通部已告修法，机车外送业新的运金计算的方式，会使加上等待时间甲流站等等的费用，上计明年2月份会通过。继续，咱要来关心破发现金1万块，昨暉开放会使去提款机来领。不过提醒民众，若是要替13岁以下的囡仔来领，提款卡、暗号甲身份证号码拢是爱家长的资料，敢若有健保卡的卡号是输入囡仔的号码。破发现金1万块，今仔日头一天开放会当去提款机来领，去16间指定的金融机构，提款机顶悬只要有打破发现金的大纸，就会使领。只要输入健康的资料，1万块的现金随就到手。之前就是可以在网络上面登记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忘记了，所以说就是改用 ATM， 这样是比较方便的。这个领的过程，大部分的民众拢讲真方便，袂伤复杂，时间只要1-2分钟。不过金管会提醒，伫咧提款机领的民众，若有出现4种情形，都可能会卡条咧，爱重新操作，包括使用非指定金融机构的提款机、身份证号码或者是金融卡对应的资料无同。
口罩已经受到监控，或者是去用警示，或者是提款机本身故障，也是无连线。从今天凌晨开始，我们也除了这个民众已经开始可以领取之外，我们的同仁也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全台湾的 ATM 也在做相关的测试。到目前为止的话，系统都非常的顺利。若无想要走去银行，民众嘛会使就近去超商来领。若是家己领，就用家己的提款卡暗号、身份证号码甲健保卡的卡号。若是替13岁以下的囡仔来领，除了用家己的提款卡甲暗号，身份证号码嘛是大人的，敢若健保卡的卡号才是输入囡仔的卡号。都有家长来代领的时阵，输入的资料唔对去，地主阁会重新操作。输入自己的卡号，然后输入小朋友的身份证字号，再输入小朋友的健保号码，这样子是领不到的。失败的时候当然是有点紧张啊，那我就想说我就到时候去邮局24号去邮局领就好了。界面就是有直接可以有什么全民相挺，那个蛮清楚的，你就点进去，然后输入资讯，其实就一下子就拿到钱了。全台湾拢总有28000多台提款机，会当互民众来领破发的1万块。金管会估计会有2成的民众会透过提款机的方式来领。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推动2026年税厝的补贴每年会增加，不过会排除违章建筑甲楼尾顶的铁厝。不过实在讲，会做违章建筑来大，有可能是较弱势的族群。所以，即马内政部嘛咧研究讲，要安怎来甲因斗相共。由副总统萧美琴带队进行动土典礼，为伫新北市中和区的德水安基社体，横跨做国家新都中心的基南岸，由公有土地活化未来会去339户社体，甲板桥港铁站强固。预计2029年完工，内政部表示，虽然政府加速去社体，但过速度犹原无够紧，等咧加民间工处代理补助代管机制。会用鼓励的方式，或者是扩大有关空余屋那边的税制上面的来做协调跟处理。政府推动的100万税厝家庭支持计划，除了去社体包租代管、租金补贴也是重点项目。也不过针对顶楼家起违建等无合法建物，明年起中央扩大租金补贴无个补贴，鼓励选择合法主体也会转介辅导弱势税厝的人。也不过明年扩大补助税厝，敢是会提升税厝品质。专家持保留态度。关键在于就是租屋市场是不是能够正常化，租屋的品质才能够提升，那政府的这个租屋补贴也才能够花在刀口。自己在外面租房子，然后跟他讲之后，可能7000块变8000、9000之类的。有税厝的人指出，捌拄到一旦申请补贴，厝头家就会起租金的状况，对此内政部部会议伫9月通过租赁条例修法，规范厝头家续约虽然会当起租金，也毋过爱伫租期届满6个月前通知，搁袂当超过一定的比例。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立法院顶礼拜通过纳白财委法修正案，明定中央对地方补助款的款额。不过，屏东县长周春美讲，这有可能会互部分的县市发展无平衡。也那行政院长杜永泰是批评讲，这一届修法内底问题是真多，20会讨论行政院的版本，若通过了后，会送国会来审议。立法院会就是因为纳白人数优势，三套修正通过财委法部分条文。不过行政院长杜永泰17批评，这个问题比英国公式计算错误更加大，会全面引进。这个问题会比过去公式计算错误的问题还大，将县政府的总预算无法编列。对于立法院这样的动作，正如在野党团突然的这个动作，行政院会全面的迎战。行政院18会阁加电沟通，20讨论行政院办的财委法有5大目标，包括顶下钱权分配更加合理，水平城乡分配更加公平，还有一般性加计划型补助款爱用固制，协助地方推动建设加经济的平衡发展。若是已经3套的财委法明定中央对地方补助款的款额，伫计划型补助款的部分，补助比率袂使比英过10年降灾列级的县市平均来较低，一般性补助款袂使比修正施行前1年度预算核定数较少。还是缺乏全盘的考量，正在大规模建设的南部的3个县市是非常的不公平。现在在跟行政院正在积极磋商有关于我们的财划法的配合款。
谢国良表示，有真侪县市因为财委法的调整增加税收，不过既然有真侪关税收入煞无法度透过财委法回流，希望中央甲地方做伙解决。就春美是烦恼，部分县市恐惊变发展孤儿。面对杜英泰讲要全面迎战，立法院民众党团总调吴国昌批评杜英泰是带头违法。法律3读通过，总统依法公告就成为有效施行的法律。行政院院长带头违法。违法乱纪，莫此为甚。3大中央的可以宏观调控国家财政的工具全部被锁死，还要逼迫行政院一样成为违法院、违宪院吗？财政部国库署表示，正院办的地方统筹分配税款加一般性补助款，袂使比今年协配水准更较少。经过真侪个沟通，大部分拿赢执政的县市，进前拢表达认同，毋过双北加新北市明确表态无同意。只不过新北市政府是回应讲，无是毋是同意的问题，为着避免地方伫修法的过程无法度预测，认为中央应该都要公布行政院办的财委法各项试算金额，提供予您做参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看孟加拉洪改一个前总理夏希拉，伊去予卡达国际战犯法庭判死刑。法庭认定伊去年下令镇压学生抗议的行动，造成至少800个人死亡，14000人受伤，伤亡是真严重。那夏希拉伫17个时阵发冤枉，伊讲伊毋是义无攻击的。All these 3 counts, we have decided to inflict her with only one sentence, that is sentence of death. 法官宣读判决，法庭内面有人欢喜，有人流目屎。法庭外口真侪人伫咧欢呼庆祝。前总理哈希纳去年镇压由学生领导的抗议行动，伫镇压过程犯反领导罪被判死刑，伊也因为迄场镇压被揪落台。哈希纳这么人伫咧印度，若是30天内无回国，或者是被逮捕，就无法度上诉。伊17发声明讲，伊讲伊部下本着善意行事，想要将伤亡降到上低，否认有无攻击。孟加拉临时政府领导人尤努斯讲，判决予受害者得到正义，无人会当超过法律。There is a legal mechanism, but obviously with Hasina, the question is entirely political, and has to be an entirely political decision by the Indian. 这项判决也造成孟加拉甲印度之间的外交难题。达卡已经正式要求印度哈希纳，不过这么印度并无表示要配合。哈希纳去年8月辞掉总理的职务，迄一天就走去印度。印度外交部讲，哈希纳以安全理由踮伫咧印度，并无正式宣布要予伊庇护。伫法庭外口几多公里外，反对哈希纳的民众伫咧哈希纳老爸甲原本主题区改建成做博物馆的外口，准备要甲村的部分拆掉。内面的物件早就已经被抢了。迄当阵法官还阁伫咧宣读判决，警方还阁摕车仔赶人。迄暗依然有超过300人伫咧遮，而且伫大路顶烧车链啊。哈希纳所属的孟加拉人民联盟叫民众开始全国性罢工。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辑。美国总统川普进前加入去艾普斯坦性犯罪人口买卖案件，进前伊拢讲这是民主党摕来甲伊做乌的。即马若像因为党内甲民意压力，该呼吁讲，就爱甲艾普斯坦这个档案来解密，而且讲伊是清白的。也若伫咧北京外口的示威者，是叫川普都要出来讲互清楚。美国总统川普16暗伫咧伊家己的社群平台发文，第一遍公开希望将意见共和党人投票支持解密爱普斯坦调查档案。伊讲这件代志是民主党人用来转移焦点的政治骗局，一个点名前总统克林顿、失国的金主霍夫曼等民主党重要金主，爱接受各项严格检视。I don't care about it released or not. What I think you should do, if you're going to do it, then you have to go into Epstein's friends. This Reid Hoffman spent a lot of time on the island. I was never on his island. 川普进前曝光爱普斯坦档案是民主党挑工要甲伊抹黑，怎么因为党内压力甲民意的质疑解喙？外界认为是因为众议院的票数怎么已经有法度强迫司法部解密相关法案要求公开所有甲爱普斯坦案件有关的文件甲来往记录，也过就爱删除受害者的个人资料，也过有关伫咧侦办中的敏感内容。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强生伫政论节目讲，川普是清白的，拢袂担心。Nothing to do with it. President Trump has
has clean hands. He's not worried about it. I talk to him all the time. H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He's frustrated that they're turning it into a political issue, and it's not surprising because the Democrats have nothing else to talk about. What have they accomplished in 10 months? Epstein is their entire game plan. 强生讲，众议跨党派联署票已经有够，伊会将法案送去议会表决，讲要将民主党手内政治武器摕掉。不过民主党批评，共和党哪怕要透明，佫想要将焦点转到部分民主党联署甲爱普斯坦的关系，互大家莫去注意川普进前甲爱普斯坦来往最近翕相的历史。 在川普解释要支持改变的时阵，白宫外口有真侪示威的民众大声喊川普爱下台，也有人挂川普的面壳啊，就提到爱普斯坦机密档案的想法，在白宫外口有犯罪现场的黄色封锁线。It is time for everyone who believes that Trump must go, that you're angry about him for whatever your issue is, to get your body in the streets of our nation's capital. 虽然爱普斯坦已经伫咧2019年伫监狱内面死亡，不过牵涉到正常名流的性犯罪甲人口贩运的指控，到这么疑问是美国政治上敏感的阴影之一。川普若讲伊拢无安看，不过国家目标向准伊的政治对手，所以这么大家拢在看。 国会是不是当真正由解密档案看清楚真相，也是和性丑闻案件将这选战攻防的新战场。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我来看罗浦江进前着贼偷，再互偷摕去的物件，到目前是要找无。也若上新的消息，罗浦江宣布讲，因为有发现部分的结构伤旧啊，有安全的疑虑，所以先将一个电视厅甲部分的办公区关起来。 10家拄则发生重大珠宝偷窃案的巴黎罗浦江，佫成做新闻焦点。官方宣布，因为发现建筑物的结构有缺失老化的情形，因为安全，所以甲设立1楼一个电厅甲部分的办公区域封起来。安尼先做，互大家看到罗浦江长期的安全甲维护问题，爱做全面的改善。 Le premier message, c'est en effet hiérarchiser clairement les priorités et les investissements qui sont considérables et remettre au premier plan tout ce qui concerne les infrastructures, la sécurité, la sûreté sans doute, mais aussi l'incendie, l'inondabilité, la formation des agents, etc. Donc ça, c'est vraiment notre premier message. 顶个月一件光天白日的偷窃案件，损失8800万欧元，也互大家看到罗浦江的安全漏坑。这边宣布要甲部分的电厅封起来，互罗浦江的问题愈来愈多。新建议伫最近也讲，罗浦江甲大部分的预算拢摕去买艺术品，确保注重基础的建筑物安全甲影像监控的维护。 这么除了贼仔伫咧偷窃时阵无细力落去的欧仁尼红桥的有关以外，其他珠宝拢也未取代。No respectable person, jeweler, dealer, auction house would touch these jewels. They are simply too hot to handle, which unfortunately leads us to believe that in order to hide the crime, the criminals will have to break them down. 面对着维安甲老化建筑物的上重压力，罗浦江除了爱继续追查珠宝，也爱全面检视博物馆内面的结构安全。这座全世界上受欢迎之一的博物馆，要怎重新建立大家对伊的信任，就看博物馆安怎补强维安的漏坑。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超过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 有一台在印度雕像者的巴士，伫咧沙特阿拉伯发生死亡的车祸，造成至少45个人无命。这嘛是当地这几年来上界严重的交通事故之一。来看白宫指控由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领导的一个有恐怖组织行为模式的卖毒集团，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川普今仔日讲，伊会找时间甲委内瑞拉的总统来对话，甚至无排除会派兵过去。 来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湾若有代志会影响日本存亡的这个言论，要持续伫咧发酵。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今仔日发布安全对策，提醒日本的公民，若伫咧中国要出门，都要提高警觉，注意安全。镜头转来咱国内，中华文雅托木场的鸡内进前验出农药芬普尼，所发现讲有出货去台中的两中内行。中华官府讲会检讨行政疏失。 也若中华900多间饲鸡场，嘛会全面来采检。另外，检察官有去两中内行搜查，核询了后，认定这个姓林的负责人涉嫌违反食安法等等，已经以20万交保。
民众骑机车载规箱的鸡卵，17早起来到两行要来换卵。台中5车的两中两行，和食安处发现车闸也伫咧卖文雅铁幕场的鸡卵。消费者认为两行也是受害者，因两行头家是讲愿意要互人换回。礼拜六当天马上就赔啊！买完就看到新闻，他看是要退钱，要退两要换啊，两拢我拢一顿换啦。中华官府公布文雅铁幕场分批年事件时间，初5确认问题的卵来自文雅铁幕场，初6采取移动管制，初7是描述互检无检出分批年，初8依照动物用药品管理法规定解除管制。纳入台中两行的鸡卵是初9卖出来，抑个铁幕场主人无摕到这个解除移动管制证明书文件，封存了25万粒的鸡卵会销毁，并且检讨解除移动管制行政程序是毋是有疏失。剧组需取得解除移动管制之证明文件，才可上市。事主是否有违反移动管制相关规定，目前检调侦办厘清责任中。解除移动管制相关行政程序执行未完备及疏失部分，将依相关规定或法规检讨并惩处。台中市府17公布，两中两行问题的卵下游流向，怀看5个行政区35间业者，包括有名店家5车行路、永和豆奶、拉阿汉堡。卫生局强调，两中两行向文雅铁幕场进回4万粒的鸡卵。初10是安厝稽查伫下架顶面发现，赶紧入转来7600粒，两行的业者也违法。我们查到他有异常，是他违法，整个事情是龙中行跟文雅违法。中华地检署17个再约问文雅铁幕场相关人员调查，再测绘加污染的原因。另外，中华官府也宣布会对全县933场的卵鸡场全面采检，包含鸡卵、饲料、北内，也有鸡门甲环境全部拢送验。卫福部是讲会对这礼拜起继续到年底扩大抽检市面上的鸡卵，主要是针对属原码、上码也是货码、编号师、人也饲的鸡卵为主，确保卵品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月世界附近的山坡地，有业者偷倒家庭的废弃物，沿路是臭甲袂偏离，昨昏一天就清出8栋的粪扫。根据市府的调查，这些拢是外县市的粪扫，嘛因为这个土地是林保署的，目前会先清理，才甲这个行为人讨赔，时到毋但爱食罪，上重会罚款300万。三亚道路互咱网落去，粪扫蹲加规个山坎，初步估计有几60栋。就是上礼拜我们去，我们刚好是去散步嘛，然后到那边就闻到有一股很臭的味道，然后就看才知道说，哦，那边怎么会变成垃圾山？啊，百姓大家过到日子的，莫搁伫遐倒去粪扫，倒到安尼太高烂了，无意思啦。空调看落更较清楚，正常山坡地像画面倒边看到土马，遮风倒了后看袂出本来山坎搁臭毛毛。不要再有这种行为发生了啦！那再者我们会尽量在这个周边架设一些监视器这个所在离桃花山自然保留区无偌远，是通往月世界的产业道路。家底拍开检查是台南顶县市的家用废弃物，市政府先代替清理了后再来求偿。17就清出差不多8栋的粪扫。这些有来自外县市的一些山坡废弃物，查获了大概台南等地区啦，因为它的来源跨越好几个地方。土地是林保署的，林保署讲，这区不是热点，车拉巡山员发现了后，就通报警方查办。最近2礼拜2届巡查拢无发现可疑的人。整案已经有移请警方去做侦办，后续如果有发现行为人的部分，我们会依照森林法第43条及第56条予以相对的裁处。对生态环境影响一定有，因为它是从高处往下倒，然后我们一旦倒下去之后，你要再做清除，不太可能能够完全清得干净，而且你清理成本会比原来直接这样东西去处理困难许多。台南环团为粪扫量估算是清运业者所做，呼吁政府爱动法来阻止这种行为。全台南市拢总有425间清除机构，台南市政府透过路口影像协助追查。若是证实是台南的清除业者，会依上法办搁剔除清除许可证。桥头地检署嘛已经指挥乌金组检察官指挥来侦办，要全力找出破坏环境违法的人。记者采访报道。来看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第2期的工程启用检举，讲有上百亿的销有问题。中油的董事长强调讲，253亿的预算算是合理的。那经济部是讲会启动调查，嘛会配合检调。
推动能源转型，中油桃园原塘第3接收站工程为前期发电增加助力。第1期工程安装在年底验收，不过即马煞做着瘪坑。第2期工程有违背限期，检调开始进行当中。那么这3家厂商呢，都有回报他们的报价资料。那这个范围大概在240到270亿之间。你说不同的厂商报价回来的数字，所以240到270。3间除了它离岸比较远以外，那么因为它的水域也比较深。中油强调预算合理是在公开阅览期间，问计3间清商，最后提供253亿预算。不过即马所有平面媒体标出，参加抢标业者出来讲，2022年中油发包工程工程界传出预算94亿。中油算计数地招标进程，申请厂商报价了后，将预算为127亿，一路高到150亿、210亿，最后改做256亿报价。报给你多少钱？告诉我。周刊讲256亿。答对了，来，请问你刚刚讲东批公司报多少钱？256。哈哈哈，东批公司总要去约谈一下吧，了解一下吧。谢谢委员的推估，我们会参照委员的意见。经济部表示，三接2期2024年要接到点起，迄时阵无发现不坏代志。不过即马新事情出现，会阁启动调查。另外，民众党立委encore抢下这期，检视中油公司预算书，三接2期新增加305亿预算，伫112年才变来送立法院审查。不过标函煞伫181年都已经决标，呼吁全面检讨预算制度。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货运业乌鸟的员工透过社群平台讲，希望明年过年2、9、暝至初3这几天会使互员工来休困。产业工会讲，这几年电商平台规年烫天拢有咧送货，所以即马新正的包裹都无遐济啊。按算后个月会伫咧劳资的会议正式来提出诉求。踏出今年过年，阮想要登记厝的食团圆饭的文字，工会指出10几年来，担负政府送达每一份过年礼品，只是即马随社会形态改变，消费者多数也支持物流爱正常休假，多数家庭也选择连假出去佚佗，所以连假送货已经无效益。是时阵互员工春节休困甲家庭团圆。真的效益不高啊，只是因为 7 有营业，所以我们还会配送一些低温包裹啦。常温的部分是有客人催货，我们才会送。工会宣告正式争取2026年春节2、9、暝到初3全面停止营运。台湾汽车货运甲成都业产业工会指出，春节物流的上无营时期多数是伫过年进前，加上最近几年电商多数有家己的车队伫春节配送。回顾2025春节，传统物流只存乌鸟在机变、加载配通，还有邮局快捷提供服务。那伫业界有代表性的乌鸟在机变争取成功，其他业者会对咧做。这个我们当然有跟公司有先提过啊，但是都还没有很正式的在这个协商会议上面有讨论过。那公司当然都是先说这个会斟酌考量。过年大家都要回家嘛，所以能休息当然还是休息比较好。公司如果觉得休假不合理的话，应该要补偿他们更多的福利措施，例如说加给或者是补假。不少民众也拢支持货运从业人员的劳动条件应该爱搁较好。工会最近会发动投票收集民意，也预计22月初劳资协商会议正式对资方提出诉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伫咧新北市去年发生一件悲剧，有一个姓刘的负责人因为有心，煞是去互公司洗头路。面对经济压力，最后煞是演变做一口罩3个人拢死的命案。检方最近以无起诉来终结，引起众人的讨论。咱劳动部这边是讲，会用专案来公布违规资遣的公司，来保障女性劳工的权益。台湾酒驾化问题严重，也毋过这场对待有心的女性无友善的情况也未少。新北市老女子因为有心防资遣，真大经济压力，最后演变做一家3口罩的命案。检方不起诉终结专案引起讨论。妇女团体分析，这场对生育无友善，互有心的女性会惊，因为公司可能就安尼将伊调离现职，最后被迫离开这场。性别歧视的案件有成立的，里面有46件，其实都是跟怀孕歧视有关。所以如果我们没办法去处理怀孕歧视的问题的话，那对于想要孕育下一代的那个家庭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重担。
根据劳动部的查询系统，各行各业多数拢有无薪期时顶无优先行为记录，像有法律事务所不当对待无薪员工，以性干罚30万；也有科技公司拒绝诱因停酬等行为才罚4万；也有医疗院所将家庭照顾假看作缺勤罚2万。立委17日直反映质询，都认为新北的人伦悲剧凸显有薪的妇人人甲新手妈妈遭受这场歧视，是互被害人发生悲剧的主要原因。到底要怎么做，才不要再让这样子的憾事发生？针对像这样怀孕歧视的问题，如果被裁罚违法的事业单位，我们会有一个专案的揭露跟专案的公布。性别平等工作法就已经有规定说，如果雇主有违反相关的条文的时候，其实劳动部这边都会有公布有关他的这个违反条文的一个公布的状况嘛，去爆出说他们其实都是一些不良的企业，我觉得这也是给企业一种嚇阻的方式。洪胜汉强调，将规划专案公布违规的公司企业，以保障女性劳工权益。专家建议，除了公布企业名称，未来也会当加强行政指导。政府只要有相关的教育训练课程，就要求公司来参加。未来针对这家公司加强无定期进行专案劳检。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若是着癌复原了后，嘛有可能会有人想要生囡仔。最近国健署试办癌症患者冷冻精子卵子的补助，不过，敢若43个患者有通过审核。医疗团体认为讲，其实有真侪人拢无了解治疗患者的治疗癌症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破坏患者的生殖能力，所以建议治疗计划书内底爱甲生囝这个项目列入去评估，互患者了解整体情形。生殖技术进步，生涯卵子甲精子甲动欠，若大幅来延长生育年龄，更加可能真侪癌症病人的一线生机。近年来，袂少癌症病人及早发现病情，开始治疗。不过，随之而来是守护癌症病人的生育权，也真做全球医界重要课题。为了让有一些癌症病人，他们后续还是可以有这个生育的计划继续哈，那所以我们就是实施了这个生育保存的补助方案。国健署对2005年9月4日开始开办医疗性生育保存补助试办方案，针对18岁到未满41岁罹癌、肺癌的个案，提供生育保存补助。到10月底，总共43名癌症病友通过审核，不过依然有癌症病友也未补助到。医疗团体讲，应该落实互因知影权利。中壮年的癌友，尤其像你现在知道，乳癌其实是一个年轻化的趋势。那如果在他们的治疗途中，他们没被告知这样的状况的话，其实他们会有很多的遗憾。那过往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把等于是生育咨询，癌友的生育咨询能够放入这样的一个品质认证中，可以让医院更重视这个项目。医疗团体认为，患者有知影、参与甲选择的权利，临床团队应该主动而且充分讲到癌症病友生育保存相关资讯，所以建议现行对癌症病友的治疗计划书爱纳入生育的这个部分，斗阵评估，甚至甲这个项目列入病院的癌症诊疗品质认证，才好落实。那这些化疗可能会对他们的生育能力造成损伤，种类的补助的那个再放得更宽一点会比较好一点。要专家呼吁，应该放宽年龄、性别，采取全部癌症、全部年龄补助，守护癌症病人生育权。对此，国健署是讲，这是试办计划，后续按照方案成果收集实证，再过来讨论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为8月份开始增加交通助理员来开交通罚单，不过算是引起民怨。即马市府先暂停交通助理员开单。不过，有民间团体发起抢救交通助理员的人数，即马已经有上千人来响应。青潭仔星期三咧顺道台南街头巷尾交通助理员，自今年8月上路开5000张罚单，有民众发声支持，冇反对声音，各界看法拢无同。就尾台市政府决议先检讨相关的执行甲权限分工，停止执行违规开单的工课。不过，即阵台南市人本交通促进协会发起抢救交通助理员的人数有上千人支持，因希望市府上无爱保留交通助理员，勤务内容后续会使调整。毕竟他们不是警察，对，那到底他们有没有受过这个充足的专业训练，其实是会比较人家质疑的地方。交通助理员他其实也有帮助政府点出他们的一些交通设施的不良或者需要改善的地方，并不是只有开单处罚的功能而已。台南的交通不会只有靠交通助理员就可以改善的。
根据统计，今年8、9月份，台南市交通事故案件平均年加时间减1.9%，显示交通助理员上路了后有一定的效果。事实上，交通大队指出，目前交通助理员的勤务滚动式的检讨，包含路口交通维护、交通安全宣导等等部。虽然交通助理员加减减轻警员的负担，不过民代也是认为，补助正式警察才是解决的办法。市场有压力，就交通助理员不开单了。但是问题这样也不对啊，不然你请这些交通助理员来干嘛？但是呢，往后还是要补强警力的部分。有类似这样的工作，我们也是可以接受啦。明年度他因为没有经费的关系，就是没办法再延聘我们的话，我们也是要接受那个上级的指示啊。大多来宾敢若讨论这阵无适交通助理员，交通大队指出，明年度交通助理员预算已经有变。18助理员编制卖先保留，未来个调整勤务，因望伫咧维护交通甲民意之间，通找到平衡的解决方式。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伫中华社头有种真侪珍珠芭乐，不过在地农民讲，今年7、8月芭乐咧开花的时阵，煞是拄顿大水雨，所以今年的产量敢若剩2、3成尔。虽然绩效好，不过因煞是无芭乐通卖。即阵应该是珍珠芭乐大出的时阵，但是果树顶悬的芭乐却也袂当采收。中华社头是台湾珍珠芭乐的产地之一，但是今年7、8月芭乐开花期拄着大水雨的灾情，产量剩2、3成尔。拄开花期吼，搁一即个落大雨，就积水，阮涂骹吼，搁迄个温迄个水，搁温超2个月，就上着芭乐根，芭乐根就生长开花拢有问题。这2年因为风台大雨严重影响芭乐收成，过去台北第1、第2果菜市场珍珠芭乐的平均交货量大约有70吨至90吨，今年敢若剩30吨，产量减少嘛，致使市场的绩效直直起，11月的平均价格阁要化到94块9。伫拍卖市场1公斤差不多伫130、140左右，今年是因为真正损失伤济所以芭乐的绩效一直足歹。就是迄个水灾刷了后，遐开的花。这批芭乐就包起来，有包起来，咱就慢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就会有芭乐。农民表示，即阵芭乐市场的绩效悬，农民嘛无芭乐通卖。预估12月第2水的芭乐会开始出，时到产量会较稳定。但是整体芭乐绩效可能要等到旧历过年前才会恢复稳定。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最近高丽菜因为大出，绩效又搁崩盘，伫市场拍卖一箱20公斤才卖80块，根本就无够成本。伫家己落卡有农民一粒10块，开放民众家己来买。民众伫田内底更家己买的高丽菜，家己县的六甲乡有农民用高丽菜一粒10块的价钱，开放民众家己来买，希望透过这款方式来补贴成本。算起来有诶无成本总无起就差5块至10块啊。安尼。哦，哎呀，你若破5块6块，我变成无趁钱加母的。啊，你若花7块，花1块趁1块尔。啊，1公斤趁1块，不如开放网站，我去多较贵。因为现在菜价什么都涨。对，所以就是蛮优惠的价格，可以让我们都可以吃到好的高丽菜。农民表示，较烧热的天气影响到高丽菜的生长，所以伊的高丽菜绩效无讲介好，佮加上去年高丽菜好价，今年种的人佮较济。互伊的高丽菜平均一粒无到8块，所以才用10块的价钱，互民众家己来买。等下师台风为咱遮来，这边拢袂种一啦。本来安排迄时阵要种的，拄拢袂种一啦。所以拢钱做伙，佮甲山顶的品质较好啊。甲山顶的弄做伙。逐冬的10月到过年的4月是平地高丽菜的主要产季，伫菜市仔内底，高山的高丽菜算紧来卖。平地高丽菜就是算粒咧卖，卖菜当下讲，即个风台对咱无造成影响，菜着属收成了后，时到绩效就会比即马佫较俗。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为着要达成净零转型的目标，环境部即届佫推出食饭桌顶的净零转型，希望来减少使用塑胶。目前全台湾有400多间连锁店响应，未来伫咧店内底食，袂佫提供用一届就单调的碗碟。加手即袋装落去塑胶袋仔内面，饮料杯啊、塑胶袋仔、水管杯啊，拢会变做塑胶粪扫。尤其是小食蛋、烧汤，直接装落去塑胶袋仔，这都是台湾人使用塑胶的日常。足侪人拢用塑胶粒啊，其实塑胶粒啊内底这烧的物件，对咱身体
食落嘛无好，吼，啊嘛搁造成咱环境的污染。希望大家拢会使自带环保餐具。有民众建议，若是要互减塑胶的政策更较有效果，未来看敢会当由政府来强制要求，卫生纸、塑胶碗拢要用钱来买，亲像即卖塑胶盒啊同款。像我是台北大学的学生嘛，我们的餐厅的餐具就要收钱啊。其实有的消费者在付费之后，他就会比较愿意自备餐具。嘿，对，就是以台湾来讲，付费的效果是很好的。为着要减少塑胶，环境部即马也推出食饭桌顶的净零转型的活动，响应的餐厅必须要落实5项的条件，分别是做好罐头的减量，无搁提供一届性的碗池，并且至少使用3项台湾的食材等等。目前全台拢总有437间的连锁餐厅响应。当然，我们就是要减塑。就是避免使用一次性的用品。我们也希望餐厅可以建立他们绿色经营的模式，他们要有办法去有一些相关的节能跟省水的设施。一方面呢可以环境友善，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帮自己省荷包。环境部也讲，目前参加的拢是大间的连锁业者，更加希望的是未来夜市啊、小食摊也会当做伙来响应，斗阵行向2050年净零转型的目标。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咱台湾做骨髓移植手术代表性的人物陈耀昌医师，昨昏病逝，食到76岁。伊对咱台湾医疗的贡献是真大，而且伊有另外一个身份是作家。伊写的小说《咖喱花》捌伫咧公司改编做电视剧《斯卡罗》，而且伫咧57届金钟奖摕到4项的大奖。These savages are all guilty of murder. 2021年，公视大剧《斯卡罗》是改编小说《咖喱花》，故事以1867年的美国商船罗梅号事件做背景。美军想要用武力报复，无想到引起闽南客家甲原住民族群的冲突甲动乱。这部小说的作者也是代代退休医师陈耀昌，17不幸过身，享受76岁。写台湾历史，你无原住民的观点，这根本就就变做足偏颇的嘛，系。所以我对原住民的观点来看迄阵的台湾史。陈耀昌是台湾史小说家，伊创作的第一本小说《福尔摩沙三族记》，都入围文化部台湾文学奖。咖喱花互公司改编做电视剧《斯卡罗》，尾啊，阁有出版一寡小说，也拢真互人学乐。日本这款小花故事在咧当写大合剧，咱台湾的历史故事更较好看更较复杂嘛应该当写。虽上陈耀昌伫医界贡献真济，伊伫台大病院血液肿瘤科做30多年的医生。1983年完成台湾头一个自体骨髓移植，创立国内骨髓库基础。伊个推萨法医师法3读嘛通过，也是国内推萨再生医疗法的首席顾问。卫福部长赵宗良讲到文书嘛讲到后庭。他不希望这些东西，这高科技的东西是只能够富人使用，所以我觉得这个他是我真的觉得很惋惜。除了医学、文学的贡献，但耀昌嘛捌投入政治界。1996年到2003年，伊担任民进党无分区国代代表、行政院顾问。2006年参加倒扁啊运动，佮退出民进党，正做红党党主席。后来佮退出红党，但耀昌过身，嘛结束伊传奇佮精彩无共领域的一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继续咱换来看，最近有台语广播的节目摕到国际奖项。中央广播电台主持人张伟民制作的台语广播《台湾夜市》台湾 Yes， 伫今年国际传媒优异奖摕到最佳主持人奖。伊讲希望透过这个奖项的肯定，会当提升咱台湾的国际地位。What I do for the radio or do the news feature or any other content is all to reviving this language. 中央广播电台主持人陈伟民制作的台语广播《台湾夜市》台湾 Yes， 伫今年 AIB 国际传媒优异奖摕到最佳主持人奖。节目采访真济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等的台湾新移民，探讨语言、归属和身份等等的议题。这原来是用讲头届有台语广播摕到 AIB 的奖。陈伟民表示，这嘛是伊人生头届得奖，希望透过国际肯定提升台湾的地位，嘛期待体拍愈发展。去国际以外，其实咱应该要有一个想象，就是
咱应该袂输这个 K-pop。T-pop 应该爱三星啊，然后透过其实台语台也是讲无共媒体咧杀这个本土语言，其实咱本地就有真好的共同语，变成以上较早一款历史，只是咱安怎来运用。AIB 国际传媒有议奖是由国际广播协会主办的。今年入围的媒体包括英国 BBC 和美国 CNN 等等，拢总27国的媒体竞争真激烈。其实这几年真侪台语作品伫咧国际得奖，毋那电影《阮兜的代志》和台语台做的俄乌战争新闻专题，嘛摕到纽约区电视电影奖，也佮有真侪台语文学作品也摕到国际奖项。我感觉用台语来作为咱台湾的这个代表的一个语言吼，应该是会使安尼做。啊，这嘛是目前咱会当行向国际社会上好一种方式。我嘛感觉这是一种，就是讲咱目前会当打破华语单语思考独占的这个地位。另外，今年 AIB 各甲终身成就奖颁予中央广播电台资深媒体人吴家山，表扬伊伫30年来伫国际广播跨文化交流也个道具节目的贡献。阳光董事长罗秀如嘛发新闻稿表示，对入围和得奖拢通看出台湾声音对国际公共媒体的影响力，嘛通互世界看到台湾的文化力量甲民族价值。记者卢尚如、王志光台北报道。体育消息来看，东京听奖奥运17是羽毛球第2天的比赛。咱台湾的代表队无论是双打、单打，拢摕到好成绩。也那电竞的方面，朱准帝伫咧1万公尺的决赛，因为脚受伤影响表现，这届摕到15名。第2遍出现的江卡虎，这场的对手是土耳其。伫第一盘拄开始，正紧就甲分数扭开。虽然伫中段后小可无啥在，强要互对手入掉，也毋过尾也愈拍愈在，逼甲对手搁落变胜误。上尾连续摕2盘，摕到小组赛第2胜，晋级64强。因为他往前很快，所以我在击球的时间再放慢一点，那再做第二时间的动作，那把他打回后场，让他顿到他的感觉。第4遍参加听话的陈中基，面对着马来西亚选手是老神在在，对手搁落变主动的猛烈攻击，伊拢正定着，来一招就回一招，上尾轻轻松松连续摕2盘赢球，小组赛2战拢赢，也晋级64强。看能不能再更上一层楼，这样哦。反正年纪大，跟这些年轻人打，真的蛮累的。尽自己的能力，全力以赴。同一天，伫咧电竞场是进行1万公尺决赛，朱准帝因为脚受伤影响伊的表现，不过也是喙齿滚界，自头走到尾。上尾伫咧21位选手内面，伊摕到第15名。这不也马上我们最近一块，他说我把股票放在后面，马上。朱准帝25个第1遍挑战听话马拉松项目，伊讲会把握时间调整伤势，用上好的状态参加所落来比赛。记者综合报道。伫南非开普敦市中心的港口，伫遐每一年有2500万的游客会来遮行搭。为着要保护野生的海洋动物，这个港口有请巡查员随时来注意这动物的安全。3名港口巡查员一行近，当咧抛一个海拔，赶紧走转去水内。工作人员也检查游艇，也是船的下面，监视也有其他海拔。南非的维多利亚阿罗夫雷德码头是首都开普敦的市中心，上闹热的区域之一。这的海滨广场有800间店，当年大约有25000名游客来遮。为着要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受到干扰，港口巡查员4过巡逻，算看卖海拔的数量敢是正确，佮检查因敢是有互鱼线锁啊，还是塑胶袋啊填着，也佮会参加海底，将伫海拔阿妈棍附近的锁啊透开，因为因有可能会安尼死亡。港口巡查员威尔人讲，码头监测计划为2018年启动以来，已经为海拔透开超过500条的塑胶锁啊。A lot of these seals, so they're playful, they're curious by nature. If you've ever seen them swim with kelp, they play and they twirl and they're curious and it wraps around them. They don't know that if they're playing with this loop in the ocean, that if it goes over their head, they can't get it off.
孙查元一看到受伤的海鸟，就赶紧将伊鼓起来带回南部非洲沿海鸟类保育基金会治疗，等因康复才来野放。尤其是疫情期间，互真侪野生海洋动物会当自由伫码头佚佗，像非洲小鸟水狗，虽然因会伫海中找食，不过又还需要每日啉淡水。 Lockdown has allowed these animals to really explore the waterfront in areas that you wouldn't usually find them too often. It has also, because they have a very curious nature, really made them find some really interesting areas like swimming pools, public swimming pools. 这个野生海洋动物甲当地居民和谐斗阵，全拢是因为港口巡逻员的关系。因讲只要有需要，随时准备好，向一寡海洋动物伸手斗相共。公视新闻新罗培编译。再回来看今仔日各地天气的预报。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19度。 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14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再来看外岛地区14度至21度。这两天反寒，天气民众都爱穿好少。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